小时候怎么样啊？最爱过你，那还用说吗？小小的心灵等待梅花熟。为什么要等梅花熟呢？听我说，好，我听你说。梅花开在寒冬，一点也不错。梅花呀一开呀冬，去春要来。哎呀，春天来，春天来，春天一来，新年到，穿上了新衣，戴新帽，白了双亲赶忙要出了门，出了门，出了门，拿起什么呀？大花鞭炮一束，女孩也玩鞭炮啊？噼噼啪啪响杀人。哈哈，你看，你有，我也有啊。有什么呢？大红包。小时候怎么样啊？最爱过你，那还用说吗？小小的心灵等待梅花熟。为什么要等梅花熟呢？听我说，好，我听你说。梅花开在寒冬，一点也不错。梅花呀一开呀冬，去春要来。哎呀，春天来，春天来，春天一来，新年到，穿上了新衣，戴新帽，白了双亲赶忙呀出了门，出了门，出了门，想起了又想起什么啦？菩萨美人理财，哎呀，不得了啊！赶忙回家再把菩萨拜。哎呀，春天来，春天来，春天一来，新年到，穿上了新衣，戴新帽，白了双亲赶忙呀出了门，出了门，出了门，想起了又想起什么啦？菩萨美人理财，哎呀，不得了啦！赶忙回家再把菩萨拜，赶忙回家再把菩萨